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贵民，今日要带大家来回顾50年前在美国纽约刺枪案。咱讲在1970年4月24日，在Plaza Hotel 饭店头前，一声庆声惊动世界以及咱台湾执政的高层。这一唱是台湾人要脱离独裁、追求自由这个宣言，嘛是台湾知识分子上界听这个心声。迄当中，咱知影这个行政院副院长是蒋经国啦吼，已经风声讲要接替这个车祸了后身体无健康的蒋介石来接班。所以讲美国这个消息，和这个海外留学生准备就要来行动，发动枪杀这款行动哦。咱讲这两个人是主要是郑自才甲黄文雄。今年4月20日就是满50周年。今日咱的节目嘛要来讨论讲，迄当时开的这一枪安怎改变咱台湾的命运？咱讲这个过去哦，伫戒严体制这个内底，第一波党外民主运动哦，虽然最后是以失败来收煞，不过咧，真侪尾手的台湾社会运动，拢受到真大气势。咱讲代表威权时代这个蒋经国已经过身啦吼，50年后参与行动这两位前辈啦吼，嘛已经拢80外岁。因为这件代志咧，安怎改变因的运命？首先，咱要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就是咱参与刺枪案这个郑自才前辈，前辈你好。你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文书工作者张敬业，你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东吴大学铁学系甲人权学程的这个教授陈耀华，大家好。是哦，首先咱就来请教咱的自在伯啊。是。这个参与刺枪案会后悔无？后悔哦。后悔当然是袂后悔啊，因为你掠到迄个历史的时机，有采取行动，是。掌握到这个时机，创造历史。这个时机，迄当时若无去执行，到即马都无试照这个物件啦，所以是袂后悔，感觉讲真光荣，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当为着咱台平人要追求台平的建国做一个行动出来所以无啦，后悔是无，后悔是无啦吼。对。但是咱讲对你的运命，还是对台湾的运命，你头拄仔讲已经掌握时机，但是对你的这个运命改变真济呢？当然，唔是干那对我运命，就是讲对参与刺枪这人的运命拢改变啦。是。黄金美、黄文雄，甲我，但是迄个瞬间开枪迄个瞬间开始。阮的命运就拢改变啦，我就等美国走去欧洲，等欧洲走去北美洲，搁等北美洲，搁倒来家己的故乡所以这是真大的改变对我的人生来讲本来我去美国是有一个梦呢这个梦是要做一个真优秀、真好的一个建筑师结果我放弃不过咱其实知影你过去是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啦对。当时当阵你头拄嘛讲到，这个海军陆战队伫咧私底下讲的时阵，你身体真勇健，为着要开这枪，你做真侪准备安尼。对。因为阮做过海陆所以拍枪是无问题，还步枪是无问题，但是刺枪这是底枪是。当时阮是决定，迄个由这个黄文雄先生来执行，是。伊来开枪安尼，由这个黄金美将这个枪伫迄日4月24。寄到迄个 Hotel Plaza， 是交互黄文雄，黄文雄来执行，所以我是伫 Hotel Plaza 的门口伫遐把关安尼所以我无直接开枪啦是，但是我听讲啦这个黄文雄先生伊是做这个伊服兵役的时阵是做宪兵所以讲伊这个手枪有练过，不只准啦照讲呢，伫 Hotel Plaza 迄个 lobby 内底迄个近距离我像是免啥物训练拢会到啦。是。
你目睭起起嘛拍会到啊，无偌远啊。但是迄当阵拄着这个白人的这个警察对啦，就拄着这个要求啊，警察哦，手去弄一个，啊，所以拍无着。不过吼，咱讲因为经过这件代志啊，吼，这个蒋经国这个政权吼，啊讲蒋氏政权其实是受到这个内部的这个影响啦吼。啊，其实咱嘛讲这个市长迄当阵，你才34岁，是甲我即阵这个年岁共款啦吼。就是讲你迄当阵徛伫这个时代啦吼，一定爱去做，啊嘛是改变咱讲台湾的文明，但是嘛是改变你的文明吼。所以真侪观众朋友、少年观众朋友可能也毋知影这段过去啦，咱就先带大家来回顾吼50当前这回这个市长案是安怎发生的。1970年代，台独联盟伫美国成立，其中4个成员黄文雄、黄启美、地自在甲赖文雄，因为着争取台湾独立甲民主自由，趁当时咧做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拜访纽约区的时阵，伫当年4月20日对蒋经国开枪刺杀，轰动国际社会。借着这个机会，啊，拍破这个蒋家统治台湾这个超稳定的这个体制，哦，嘛是因为这个关系，阮决定做这个代志。地自在讲伊袂后悔市长，因为伊干那是做一个台湾人应该做的代志。行动虽然失败，大家拢坐甲，煞引起连续政治效应。我想伊嘛会思考啊，所以后来有所谓迄个利用，还是讲迄个引用迄个台湾人，哦，起来占一个位吼，伊这动作，我想是和这个出蒋案有关系啦。长期研究台湾民主发展的近代历史系教授施化元分析，市长案发生了后，可能致使蒋经国政权的统治台湾化。不过，伫文化控制方面颠倒愈严格。市长是地自在因的选择，照因的理路虽然无合法，不过真合理。作为一个郑志才或者黄文雄，作为一个想推翻国民党或蒋介石在台湾统治的一个人，那么想抄这样的方法，就他们的逻辑也是合理的，不是吗？历史学者认为，市长虽然无成功，不过后来接任总统的蒋经国开始重视台湾人的声音，加上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等等背景，为着统治稳落来，蒋经国开始启用李登辉、林荣港等等代志政治精英，台湾会当民主化50当前市长案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其实这个市长案吼，这个黄文雄嘛捌讲过吼，面对这个蒋家独裁威权这个体制下，是国家强啦吼，社会真较弱啦吼，啊真正是即回趁着吼蒋经国去访美国啦吼，因为咱其实讲美国这个点吼，伊当阵咱嘛头头讲过，这个蒋介石已经这个豆豆身体较衰败啊啦吼，啊接班就是要互蒋经国，恁无毋望吼即款代志来发生，其实毋那是美国。头拄咱讲的，这个日本也好，巴西也好，拢受人要来做这款动作，但是恁先开到这枪。对啊。因为阮有掌握到迄个伊的行程的迄个消息，迄个资讯。哦，啊，搁迄当时我人嘛住伫 New York City。是。哦，啊，所以就是讲天时地利。拢有啊，啊，所以。确实掌握到这个物件吼，啊有去进行。是，有影啦吼，咱先带大家来回顾讲吼，这个市长案吼，到底是虾米这个背景，佮参与的人吼，也是讲结果是虾米啦吼。咱嘛是讲吼，迄当阵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独裁政权已经统治差不多25冬啊，伫咧1970年代已经25冬，啊，迄当阵的这个蒋介石嘛要甲这个总统的这个位置传互家己这后生就是蒋经国啦吼。啊，这个咱讲吼，这个过程参与的这个人吼，差不多就是讲咧。有这个 Cornell 这个社会学的这博士生，就是咱黄文雄先生啦吼，伊嘛是咱正大新闻所的这个学长啦吼。啊，另外这个小妹黄静美啦吼，啊，还有咱的这个自在伯啊。另外嘛有这个赖文雄，就是决定即届这个机会要来去做一寡动作啦吼。啊，结果是啥物呢？就是讲即回这个动作是失败，啊，侪人吼，拢真紧吼，这个同乡会就开始传钱，差不多有20万美金的这个保释金啦吼。啊，当阵哦，真正是天价啦吼，当买几啊栋厝啦吼。另外，毋过恁尾下这个选择是讲啊，就开这个美国啦吼，逃离美国啊到瑞典啊，毋过迄当阵因为美国政府的压力，搁去互引导，也是讲迁检啦吼，转去到美国啦吼，这对你的人生头段嘛讲着影响真大啦。但是迄当阵
是安尼，搁要起报咧。哦，起报，啊，起报就是讲吼，阮迄当时第一点啦吼，认为阮无爱在美国受美国的关，因为吼，迄当时即个国民党对即个美国的影响吼，也搁真大，也个真大。可能外交上甲你压制安尼是毋？毋了外交上，伊可能会透过非法的手段，比如讲将阮伫港甲内底个江南，哦，甲阮江南去啊，阮嘛毋知啊。是。哦，因有可能用即部的后部啦，吼，去买通内底的人，有一寡动作出来。是。哦，听讲这个，恁讲这个市长迄当阵，这个蒋经国想要搁去甲恁看呢哦。迄当然是拢宣传啦，迄拢因内部的宣传，因嘛讲蒋经国要将伊的表啊，要摕起来，互迄个警察吼，保护迄个警察，迄拢当时报媒体上讲出来这物件，主要是要来粉饰伊即个国民党即摆受到人暗杀的这歹的消息啦。咱讲吼，今年真正是50周年啊，就马仔4月24啊吼。啊，其实这即个纪录片拢咧豆豆咧运作吼，你要去追随你较早过去吼，即件即个轰动，即个全世界啊，到震惊咱即个台湾即个部分吼。啊，其实即个敬业就是吼负责即个纪录片即个部分吼，嘛到即个美国纽约去啦吼，啊，搁去过即个朱在北啊。进前大过即个家业内底，啊嘛采访到真侪即个台美人，较早即同乡会，要甲即个故事讲较完整的吼。啊，你去即个美国有啥物上大即个发现呢？即届其实主要是对咱有一个民主先辈叫做陈万金律师，啊，主要是伊的访问，啊，阮对做影像记录，啊，即届较大的迄个收获就是讲，熟悉到一个。过去可能伫迄个教科书馆顶无真正讲的一段历史，甚至是讲完全都无记录的一段。你是讲熟悉，搁一届熟悉的这个朱在北啊？应该讲苏黎世事件，嘛是18年开始接触这个事件，啊，做这访问的时阵，才熟悉到这段历史。是，啊，伫接触了后咧，其实搁较认捌台湾吼，因为过去你的这个认捌，可能就像这个朱在北啊讲的。拢是中华民国啦吼，台湾伫即个概念抑阁无，但是自即回做影像记录了后，开始豆豆认捌台湾。就是讲，早期咧熟悉的时阵，拢是听讲哦，这是敢若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啊，但是记访问的时阵，想讲，当初那在当初是可能会去遐留学，啊，尾也毋知安怎变黑名单。是。啊，就是讲因的自由，因的一寡人生拢去人限制掉的，啊，法典嘛拢限制掉。是。啊，当然是阮访问到，有的是当初是参与到大道人民的一寡前辈，啊，因当时拢是有个讲到，当阮每一个访问最后拢个问讲，若是搁互你一届机会，你敢搁去做共款的代志？是。因每一个人回答拢是肯定的。嘿，代表讲，即个政权其实伊自伊的合法性都有问题。而且是伊尾下的统治，其实拢是对当初时的台湾人是一种压迫。是，有影啦吼。其实迄当阵哦，侪人吼，即同乡会甲你传钱，即个基金会成立吼，啊侪钱，20万美金都是吧？迄当阵嘛吼，即个蒋经国政权惊到呢吼。对，我对，迄当时当然是法院定即个保释金吼。定啊遐悬，是因为吼国民党伫纽约的迄当时是叫做大使馆啊，互迄个法院啊甲检察官一寡压力啦。OK，因尾啊这消息我也知呢，就是我有看到即个外交部已经公开的档案，内底就是讲因要求即个检察官吼，要求即个法官。袂使将我放出来，是，当然法院无可能照安尼做啊，伊讲就一定要定一个保释金，是讲若安尼是保释金要定啊足悬，互因无法度无这钱将阮报出来，是，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确实拍动
所有海外这留学生，有影每一个留学生，迄当时留学生是大家3PP啊，拢伫餐馆咧拍工啦，咧洗碗啦，吼，啊，真济拢将因当日规工的迄个工钱安尼管出来吼，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无简单啦吼，就是讲即个反抗一个独裁政权的即个中华民国的即个流氓政权的即个声音，确实真大啦吼，伫海外啦，啊，伫倒来因为拢压得掉的嘛，啊，所以发不出来嘛，啊，啥路要讲这个哦，这个保释金遮尔济啦吼，其实嘛要讲到迄当阵帮你拍官司这个律师啦吼，其实这个敬业，这回去纽约哦。还佫开车开6点钟，去较即个较北边较北边的即个所在去找即个律师啦吼。律师安怎甲你回忆到过去咱的即个住宅地啊？其实当初是阮去访问即个Alan 即个律师，啊，伊当初是就是协助即个住宅地，已经会知申请假释啊。啊，以后啊，迄个当初是透过一寡台湾的朋友啊，去甲因的迄个去甲即个 Alan。去甲拜托啊，所以即 Alan 是协助住宅地即个假释的迄个申请，是，有影啦吼，所以伫遮嘛是，迄当阵嘛感谢遮即个律师甲你做一寡招状啦吼，对，有影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伫即个纽约有发现啦吼，其实即个真济即个台北人，但是台北人有一寡声音呢，你要听敬业安怎讲无？迄当阵台北人是安怎讲的？当然阮去拜访真侪，即个当初是台北人，啊还是讲因拢是咩讲？当初是因为住宅地通讲的，当初是拢甲规个迄个钱、迄个工钱拢管出来，所以迄对因来讲，当初是拢是足重要的。是啊，伫迄个起步了后，当然是小可会感觉迄个气氛是较无好。啊，但是经过遮侪年了后，因佫回想起来，其实有市长案有这种结果，其实大家拢无搁 care 迄，用即摆来讲，应该可能是小可仔钱啦。就是讲甲即个哦目光吼看较远的啦吼，其实就是会当，互咱即个台湾即个部分会当偷偷来改进吼。啊，其实咱讲到除了即个去起步以外，来到即个瑞典吼。啊，因为即个受到即个美国压力，各方登去，但是伫瑞典遮，你有即个做即个绝食的抗议，啊，你佫有甲第一任即个太太，其实伊嘛是伫即个家个外口吼，嘛咧替你即个绝食抗议啦吼。迄当阵的状况，可咱观众朋友认捌一下。啊，迄当时我是美国法院判定阮有罪的时阵吼，啊有定一个日期。讲即个日期要宣判，啊，恁爱出席安尼吼，啊，所以伫即个日期以前，我甲吴文良就走离开即个美国，吼。啊，伊当时我伫美国是有green卡，但是我无护照啊，啊，无护照，等于无旅行证件，啊，你要安怎走离开美国？啊，所以我就向一个台湾人，就是即个王文峰先生吼，伊就是伫即个洛杉矶迄边，我啦要试照的一个人吼，伊将伊的 passport 借啊。哦。啊，伊即本 passport 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啊，我就是摕即本，啊，带先飞到瑞士的 Zurich，啊，佮等 Zurich 飞去瑞典吼，啊。伫瑞典受到迄个 Dr. Bernhard 的即个接纳吼，啊，互我去带因兜，啊，带我去申请迄个政治庇护。是。啊，因为伊即个 Dr. Bernhard 伫瑞典的地位不止啊悬啦吼，伊是诺贝尔即个基金会内底的主任委员咧吼，真悬哦。啊，所以伊带我去申请即个政治庇护，所以真紧吼，差不多个月时间就准了啦吼。啊，准来了，我就将我大的即个消息公开吼，啊，所以美国开始向瑞典提出引渡的要求，啊，因为瑞典甲美国有迄个引渡条约嘛，啊，所以因就是
开始爱照这个司法的程序开始引导吼，引导官司嘛拍3个月，是，我最后拍输大法官是3票对2票，我输1票，所以我引导。所以当阵一个绝食抗议对对，所以要引导以前，我伫监狱内底开始绝食，这个黄金米伫监狱的外口，开始绝食，佮真济这个瑞典的社团嘛来声援所以不止真济人就对了。是啦吼，咱讲因为这回这个市长啊吼，50当前这回啦吼，就是讲对其实哦台湾啊影响真正真大啦吼。迄当阵嘛吼，这个蒋经国较这个本土化，所以尾也有人讲是这个吹台青啦吼，这个本土化人士就互因这个开始有大大出现。不过咱慢慢看讲吼，其实市长也对这个台独运动甲这个民主化这个意义到底是啥物啦吼？咱看当事人王文雄伊嘛讲，王文雄有讲过啦吼，就是要电一摆，搁来打造这个政治的可能性吼，家己的行动进程嘛爱甲顶真评估甲思考过啦吼，目的是非常这个有限，只是要望吼拍乱迄当阵，咱头段嘛有讲过，涨价这个接班的这个计划啦吼，伫这个国民党内部吼，互因家己斗来斗去，权力这斗争，卖当煽动迄当阵的这个高压的统治啦吼，这个李孝峰这个历史学家吼，伊讲诶，正式主政的这个蒋经国。就是50年代、60年代政治有了无共款的这个作风上明显就是用这个台湾籍的这个政治精英吼，嘛是互人看作是这个本土化的这个开始。另外咧，这个前国史馆的馆长张延宪伊讲，这个自在白也甲黄文雄这个事件所表现的是台湾人的一种意志啦吼，一种对这个统治者这个反抗，不管这个反抗成功也是失败，伊拢是代表迄当阵部分人的这个意志甲想法吼。其实咱搁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对着国际这个案例，咱嘛有看到吼，其实这个市长也毋是干那一个尔啦吼。咱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就是讲人民可能有这个反抗的这个权利啦吼。其实这个反抗的这个权利，咱会当做这个例来看吼。这个部分咱嘛咱来看这个德国的例，先甲咱就这个市长案遮啦吼来讲起安尼。这对一个所在吼，因认定迄个是独裁者，这件代志真重要，因为伊也无有这个行动，其实国际都唔知影讲，台湾人是咧想啥物，台湾的情形是啥物，所以这是一种政治的行动，会使互全世界的人知影讲，咱对即马这个政权伊的想法是啥物货。有影啦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各国甲台湾其他吼有刺杀独裁者的这个行动，咱头都嘛讲到，德国军官吼刺杀 Hitler 啦吼，这是伫纳粹德国陆军这个上校啦吼，这个 Stauffenberg 啦吼，不管这个 Hitler 独裁甲这个毒杀犹太人的这个暴行啦吼，主导用这个炸弹要来刺杀这个 Hitler 失败啦吼，枪杀伊的办公室即阵呢改变着这个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嘛，宣扬着德国民众反抗纳粹独裁这个英勇事迹啦吼，德国新兵嘛伫咧20啦吼，宣誓向国家甲人民来效忠，嘛反抗纳粹的这个行动看作是德国德军啦吼公营这个传统有一出电影啦吼，是 Tom Cruise 所演的，就是这个行动代号华尔齐利亚啦吼。另外咱嘛看到1950年2月时阵，这个署名咱的乌之上嘛刺杀蒋介石啦吼。迄当阵伊是左派这个革命者啦吼，抗日不满中国共产党倒转来这个台湾，发现讲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同款独裁啦吼，认为台湾人就是爱用武力行动来对抗蒋介石。伊当阵嘛集合着这个当时的这个228事件幸存的这个30多名这个有志啦吼，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嘛是暗算要来枪杀着蒋介石。不过咧，这个因为枪发现着啦吼，买手失败流亡日本啦吼。另外，咱嘛看到1974年伫日本出事的这个左派这个韩国人文世光，伊不满着朴正熙这个独裁统治啦吼。伊讲认为朴正熙的这个台人民起义是这个催化剂啦吼，趁着8月15吼韩国光复节，这个朴正熙伫咧剧场出席纪念活动的时阵来开枪啦吼，即阵这个
朴正熙迄当阵抑佫活咧吼，但是总统夫人陆英秀死亡啦吼，闻说讲即个4个月后吼，互枪杀去啦吼，所以咱头段嘛有讲到一个市长的案，啊，佫有即个咱讲过去德国案，啊，苏明欧吉桑的案，啊，佫有即个韩国即个案，咱佫会使看到什么即个部分呢？我先对迄个德国来介绍一下吼，有的学者甲迄要1933年到1945年吼，要暗杀希特勒吼，总共差不多有43届。43届吼。所以大家拢伫想要试看卖咧吼。啊 ，Stauffenberg 伊伫迄43年，1943年伊就想要开始行动。啊，毋过伊的迄个团队内底吼，有一个人怎要开始的时阵怎走去，所以怎43年无行动。啊，44年伊才开始就是讲真正要做即个行动。啊是真可惜，伊就是迄炸弹。伊迄倒啊，伊迄个军事指挥中心的迄倒啊足高的，所以伊甲迄炸弹放伫迄顶头，结果爆炸了后吼，怎甲足侪迄个兵怎崩死，啊，毋过迄个希特勒是敢受伤尔，吼。啊，即件代志上重要的，即马咱对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吼，对人权也是对迄个转型正义来看吼。德国吼，到伊1952年的时阵，有一个足有名的迄个检察官叫做 Fritz Bauer，伊就是咱顶届影有一个电影叫做《谎言迷宫》，毋知大家有去看无吼？因为《谎言迷宫》迄个检察官伫1952年的时阵吼，有足侪迄个，就是迄个1944年。7月20，迄个因的迄个家后吼，足侪迄种以前因想要讲去个法院吼申请因先生的迄款退休金。是。啊，结果去申请的时阵，就以前的迄个军官吼，都真生气，伊讲哎哟，因都刺杀迄个要暗杀希特勒，哪会使领钱？结果因就讲伫咧报纸单，迄做歹讲、做歹听的话，结果迄个Fritz Bauer怎甲因起诉，就是诽谤吼。啊，伫咧诽谤啊，咧迄个法庭咧判即个案的时阵，结果伊迄个就是后来胜诉，就是讲遮个纳粹官员毋对，啊，伊吼伫迄个内底伫迄个辩论的时阵，迄个鲍尔讲一个足重要的话，伊讲吼，迄个纳粹吼就是不法政权啦，德文叫做 Unrechtsstaat。啊，即摆就是讲不但吼，甲迄个即个Stauffenberg 因的甲因的家庭，啊，佫有检察的人吼，甲伊平反。而且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像迄德国司法上面上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讲希特勒就是一个不法的政权，所以希特勒伊足侪法律吼都是不法。是。吼，所以就是德国转型正义足重要的迄个关口，对迄年开始就是后来一关吼都足侪迄个德国的审判，就是先看即个德国伫迄集中营的迄个暴行，吼，就是对这个观点开始，啊，对以前反抗的人，就是上重要，因就是咧德国基本法来讲的反抗权，反抗的权利，就是讲人民迄个政权，伊即马也是无遵循宪法，也是基本法，啊，伊就是一个不法的政权，迄就是讲人民都有一个义务，就是爱有反抗安尼的政权。有影啦吼，啊，其实咱嘛自即个讲有即个德国军官吼，要甲暗杀即个希特勒即件代志啦吼，自即个去年，其实即个德国总理 Merkel 伊嘛是向即个吼，咱讲暗杀的即个人吼致歉啦吼，这代表是啥物意义咧？这都是转型正义，你知影咱国内吼对过去到底迄个蒋氏政权到底是啥物做啥物代志，咱大家根本都无想要甲伊分好清楚，是啥物代志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伊安怎做，已经违反伊的最基本的叫伊治理者安尼吼，叫一个法律伊的规范，所以伊即马也违反这个宪法互伊的权限。安尼是一种不法，所以这款的政权，咱都是爱有一个反省，咱都爱知影讲过去发生的代志，互迄个真相都爱互大家知影。所以咱讲对抗这个不法的这个政权，咱用的是市长这款这个行动啦吼。啊，在这个独裁者有甲恁这个会失礼过无？还是用什么形式？还是你望什么形式？因甲你会失礼？当然是无啦吼，因为目前啊，阁是中华民国流氓政权咧治理太平嘛吼，啊，所以伫这情形之下，伊无可能
对阮即个国式的还是抱歉啥物拢无嘛吼。其实这嘛拢毋免啦吼。是。因为市长即个物件是主要是。毋是干那要追求讲台湾是有自由的即个物件吼，因为人生存的起码的条件就是讲，伊会当有自由吼，伊有尊严，伊会当追求幸福，吼，假使遮的价值若是受到威胁、受到剥夺的时阵，你做一个人的权利，就是起来。反抗啊，有影，起来反叛，就是英文咧讲 rebellion 啊，rebellion 反抗啊，是所以市长就是讲要来反抗，要来守护、维护，做一个人的基本的迄个价值嘛，吼。搁有就是中华民国即个流氓政权，咱咧讲不合法，迄毋对，伊是合法的，伊是合法，吼。中华民国流氓政权1945年来到台平，是因为战后民军的这个授权，可以来台平接受甲管理这个台平，所以伊是合法的哦。是合法一直到今嘛吼，伊是1949年逃亡来台平，所以伊是流氓嘛，所以。这个流氓政权伫中国吼，伊屠杀几百万人的呢吼，来到台湾相共，伊嘛是屠杀正10万台湾人啊、台平人啊，是吼所以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流氓政权啊，莫讲伊合法，伊本身就是邪恶的，就是一个 evil 哦。屠杀遮侪人啊，咱敢会当容忍呢？所以这个市长这个物件就是恐怖。我起来反抗，反抗你这个暴政。因为你过去嘛有讲过吼，较早是这个野枪吼来针对着威权啊，即阵用这个民主的这个方式吼。看会当望这个台湾独立建国一天较早来的啦吼，毋过也是有一段路。毋过咱嘛看过追求台湾独立哦，嘛侪失败啦吼。咱讲是4月初7吼，即天嘛是真重要，就是讲过去咱讲言论自由，因为这个内容的这个过身啦吼，互大家搁较珍惜着讲，这真正是吼，这失败的头前，咧甲咱这个做准备的啦吼。咱先做来看一个纪录片，做来看。1989年4月初7，自由时代周刊总编辑郑南榕为了要争取100%言论自由，自焚过身。自由时代周刊1988年刊登《台湾共和国新宪法草案》，宣扬台湾独立运动。身为创办人兼总编辑的郑南榕，获国民党指控分裂国土。1989年1月收到法院判乱罪传票，伫杂志社内举报自焚过身。这些抗争者。在那么多年的抗争里面，虽然一再受到迫害，如果你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你的言论自由终归是镜花水月。郑南榕讲，言论自由毋是你互我讲话自由，是我想要讲啥就讲啥的自由，100%一点仔拢袂当减。2016年，行政院将郑南榕自焚即天定做言论自由日，毋若纪念过去，搁较爱思考言论自由真正的价值。我们要纪念的不仅是要纪念郑南榕先生，我们更要纪念的是，更要来面对、省思的是郑南榕先生所追求的言论自由的价值。郑南榕因为自焚的行为，互足侪人甲叫做言论自由奋斗者、台湾建国烈士。伊牺牲家己捍卫言论自由，嘛互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纪念活动拢来停止了。但是咱千万唔当袂记得过去这个失败所为咱做的啦吼。咱来看讲吼，这个咱有准理着这个图表，咱看讲郑南榕内容啦吼。伫咧1988年吼12月10号，因为这个东华运动杂志哦，《自由时代周刊》伊就看到讲，这个柯世凯伊所写的这个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啦吼，马上就互查禁啦吼。过当年咧，咱讲1989年1月2日啦吼，内容嘛收到这个高检署所发的涉嫌叛乱罪这传票啦吼。
内容嘛表示讲，这国民党抓袂到我的人，敢若会当抓到我的尸体啦吼。咱嘛看到1月27开始哦，伊就甲关伫咧这个杂志社内底。毋过咱看到这个1989年4月27啦吼，迄当阵这个台北市这个中山分局这个刑事组长哦，郝友瑜就是即阵的这个新北市市长，就传领讲900名这个镇暴警察哦，包围杂志社啦吼，准备要逮捕内容。迄当阵咱嘛知影内容伫咧这个总编辑室内底吼来自焚，然后迄当阵伊才41岁。伫咧5月19的时阵，内容伫咧这个过身的这个丧礼头顶吼，啊，共在这个杂志社这个工作，啊嘛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这个民主进步党家站党工啦吼，这个詹益华吼嘛是穿这个汽油点火来嘛是自焚啦吼。啊，其实咱看到这个成败拢是为咱台湾这个言论自由也好。因为迄较早即个威权体制啦，哈，是讲戒严的即个部分，拢无法度去拍破啦吼。但是有即阵，咱讲台湾，头拄仔咱嘛听到即个叶菊兰吼，伊真正讲过，咱台湾若是无独立建国，即个言论自由也是讲其他即自由拢是假的。咱继续请教咱的教授安怎看？我感觉其实即马对迄个转型正义的角度吼，去看过去无论是陈先生即个案件，还是迄个内容的案件吼，我感觉上重要，咱都是咱爱有一个真正式的仪式，还是一种真相的迄探讨吼，台湾人会使知影吼，就是讲这因为伊。伫咧转型正义有讲吼，咱对啥物代志有这么地势，这是敢一件代志。啊，毋过咱爱有 acknowledgement， 咱就是爱有公开承认，讲伊这是都是对民主，咱台湾民主的贡献。吼，因所追求的理想，因的政治的立场，迄都是咱台湾人应该爱承认、爱接受的一种要为民主奠基的上重要的脚步。吼，爱。让各国的转型正义拢真注意这件代志，因为这毋是刚刚讲你知影就好，你就是爱国家，就是爱对过去的代志爱表态，讲是你是对这款代志你的态度是啥物，所以因就讲一个足重要的声叫做对 knowledge 到 acknowledgement，吼，对迄个甲地形啊，爱有公开承认，哈，到正式的去认定，讲是这是咱历史的一部分哈。你看迄个言论自由，你想看卖，咱若讲有一个民主，咱人民会使做头家，迄个人民也无迄个讯息，啊，伊是要哪去选举，伊是要哪甲别人沟通，啊有共款的迄款资讯，会使做出伊的决定。咱即马看大陆，咱就知影吼，看中国，伊就是讲无迄个资讯言论的自由。所以因的发言还是因的反应，咱就讲啊，有当时啊真好笑，那会讲人就安尼玻璃心碎满地，迄就是因为因无有真正有够的讯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讲言论自由就是民主的基石，吼。啊，毋过我感觉言论自由可能毋是讲你想要讲啥物。就要讲啥物吼？上重要是讲，就是讲你爱有资讯的流通，和大概有一个机会去决定伊需要的资讯伫对，啊，会使做判断，吼，这是足重要的。啊，另外一个拄啊可能伊也足重要的，就是讲像迄暗杀的案件吼，拢是讲迄个言论自由已经无办法去表示因的态度啊，就是讲迄时阵的台湾，就是讲你根本都无办法，会使去用迄个政治的手段去表示。你讲你反对，因为伊无言论的自由。啊，你即马无言论的自由，就是讲人民无办法去甲伊的意见会使送达，像即马香港迄个情形共款。好，所以迄个伫德国的因的转型正义的观念就是讲，你也已经无互伊任何一个手段，会使去表达伊的意见，会使改变这个独裁的这个情形。这个时阵，伊的反抗就是伊的权利，就是搁较大啦吼。有影吼，言论若是无法度达到伊的这个目的，可能就像咱这个市长案、这个暗杀的这个行动，才有法度啊，真正吼，互这个政权较一寡松动去啦吼。有影，咱即摆咧讲，不管你是言论自由，还是转型正义，一定是。先有一个国家，咱咧讲德国相共，伊已经有一个国家，啊，所以伫即个国家的即个体制内底，你有法度转型正义，你有法度言论自由啊。台湾的经营就是足特殊的，伊到目前为止，
由原是中华民国流氓政权，这个政权是中国政权来治理太平，伊并无太平的主权。所以伊毋是太平人的国家吼，所以咱拢该认做伊是伊的国，是咱的国家，所以伊爱互咱自言论自由，伊爱定一个言论的自由日，互咱足欢喜的吼。伊爱甲咱转型正义，无可能啊，因为要安怎转型正义，伊屠杀这太平人是中华民国流氓政权来甲咱屠杀的呢。你即摆叫这个流氓政权来转型正义，是安尼敢对？你叫一个强盗来杀咱的人，即摆叫这个强盗来忏悔，来互咱转型正义，这毋对。所以整个吼，这个伫太平的这个氛围啦吼，咱应该是朝向独立建国这个路去努力吼。你若无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无可能有言论自由，无可能有自由啊！拄拄咱看迄个叶叫咱律师嘛讲啊，你无国家的时阵，你言论自由是假的嘛，所以你就是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先建国才来讲言论自由。其实呢，郑南榕伊的自焚，伊所追求的是台湾独立。你看伊足侪迄个片吼，拢讲我是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嘛。但是伫目前中华民国流氓政权之下，伊就是无要互你讲台湾独立，伊就是硬甲你讲你是伊追求的是言论自由尔，就无啊，毋是啦。买手这个独立建国的这个目标才是重要。就是郑南榕，就是因为安尼去自焚的，毋是因为言论自由啊。是，有影，所以咱嘛咧讲吼，这个伊嘛有讲过啦吼，这个也未完成的，就是交互大家啦吼，大家真正去奋斗一下啦吼。对所以咱来先觉醒啊，咱先将中华民国人变做太平人，来追求建国，安尼就对啦。是啦，咱个讲到50年前，咱做伙参与的这个运动，这个黄文雄啦吼，其实伊最近身体真正有较歹去啦吼。咱的这个访问内底，其实佫有欠一块，就是咱讲 Peter 文雄兄这个访问啦吼，要安怎佫进行落去？恁讲自2018年吼，到即阵嘛已经2年外啦吼，进行到什么程度？咱这个纪录片。即马目前就是讲，咱自18年开始访问到参与者，而且是讲参与者因的家属，这当中大概30几个、30-40个迄个访问者，当然是进前因为 Peter 阮熟悉伊是这2年的代志，尾啊，因为伊这个人伊本身足严谨的，所以伊对访问个还是讲你要访问主题，还是讲你切入的观点，甚至讲真侪方面，其实伊拢看真详细。所以伊嘛咧访问的时阵，伊嘛甲阮要求讲，伊爱客上好买。所以伊客上好买的时阵，就是讲咱整个了，因为伊是上关键的当事者。所以即马敢若欠伊一块。对啊，所以就是这当然，阮即阵仔伊肺炎的关系，佮有一寡伊家己本身身体的状况，当然是本来是就讲差过年过遐要甲伊访问，但是即摆伊拖可能爱等伊身体较好起来，咱才甲伊做采访。是啦吼，尤其咱讲今年50档吼，嘛毋望讲即个纪录片会当较早完成的啦吼。咱嘛讲到即个50档的即个进程啦吼，迄当阵讲要去庆杀的即个部分啦吼，迄当阵。因为你已经娶某啊，佮有即个囡仔吼，所以迄当阵本底是要抽口的吼，但是即个黄文雄，伊就想讲就我去就好。嘛，毋是讲抽口啊啦吼，就是讲伫迄个4月23试照前一个暗时吼，大家来讲好势啊，到底是啥物人要开枪啊？吼，是毋是3个总开啊？吼。尾啊，大家因为大家讲开枪是真简单啦吼。其实你若互你开枪，要靠迄个扳机的迄个瞬间啊，确实是无简单。迄个决定确实无简单，因为
你反正扣了吼，人会死呢，是会死人呢。啊，所以伫迄个情形底下，大家是非常非常的严肃嘛吼。啊，所以就一段时间大家无讲话，啊，所以因为安尼，我想讲啊无即个4月24，啊，我来开吼。啊，但黄文良就是讲袂使吼，因为伊的理由就是讲。伊还未结婚呢，吼，啊，伊上少年呢，啊，你村的遮拢有某有囝吼，啊，所以恁袂使开安尼，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决定要来开，啊，我是感觉迄个瞬间啦，吼，确实黄文良即个决定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啦，吼，会使讲是一个伟大勇敢的一个台湾人啦，吼，伊。甲决定我们要来开，可是迄个决定毋是遐简单做的决定。有影啦吼，啊，所以恁即阵安尼看吼，因为讲50当后，对咱即个台湾的即个本土化也是有进步，但是即个上尾一步也未达成。但是你感觉即个台湾自迄届即个发生了后，吼，对即个国际上吼，真即个迄当阵是 New York Times 第一个刊出来，啊，到尾啊，即个国际即个消息影响倒来台湾，啊，台湾的政权豆豆看。有转变，本土化这个转变，但是你感觉这条路，佫有啥物佫较改进的这个部分？国民党还是讲中华民国流氓政权，伊的改变，毋是为着台北人的这个幸福的权益咧改变，伊嘛是要维护伊的政权呀，是为着要维护伊的政权会当继续生存落去。会当避免伊即个政权受到较大的威胁，是，吼，较侪台北人起来反抗，啊，所以来改变啦，啊，伊改变啥物？就是采用这个所谓的台籍这政客啊，啊，这政客用了伊就袂摇把叉嘛，吼，啊，就是缓和即个反抗的声音，是，吼，互伊这政权佫继续落，啊，所以直直落。到即马吼台北人会当来选举啊，吼，我大家真欢喜啊！啊，这就是咱的国家，咱选咱的总统啊，吼，啊真欢喜啊！啊，所以咱袂去讲啊，这个毋是咱的国家啊，这是流氓来台北的人，毋是咱的国家，咱家己要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壳毋是咱的啦吼。毋是咱的啦，啊，咱认为讲迄是咱的，啊，咱甲改好好势吼，改换一个名就好啊吼，啊，正名这现，大家拢咧画正名这现啦吼。啊，今仔我是地主宅啊，我改名做吕东时，我敢会变做台语台的台长，袂啊。所以改名是无效的嘛吼，啊，所以我是望讲，咱台北人啊认识清楚，莫行向所有的资源拢放伫正名这现的顶悬，来浪费咱整个建国迄个能量，建国的资源去浪费掉，是白白去多踅来踅去，迄唔对啦。有影啦吼，啊，其实咱嘛要看这个少年的这个意见啦吼，就是讲。咱你嘛头拄有讲过，2当前甲2当后，你翕这个纪录片，对你的这个吼国族的这个认同，真正有较大的这个改变。啊，要安怎完成咱讲这个成败的意志咧？因为上较重要就是讲，阮即届上大的迄种启明就是讲，改变台湾无一定爱对政治开始，应该对文化甲教育。所以咱做影像，我们希望讲，不只讲。以后会当变纪录片，甚至讲会当转变做真侪教育甲文化的所在，会当去使用，甚至是讲在所在，当然还佫有经过真侪授权的过程啦。吼，啊，就是讲，因为上较重要是讲，甲这故事给咱记录落来，因为这拢是台湾咧追求建国的过程中上欠缺的。因为早期的黑名单，甚至讲。自西边因即个流氓的过程，其实种真少人知。啊，咱现在咧透过影像甲文字的记录，啊，豆豆透过即卖网络，会当较较侪少年人知讲，台湾的成长，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真关键的事情，甚至是讲真侪做前辈来推咱伫海外伫咧走动的即个过程，这拢需要真侪人去了解。有影啦吼，就是这一层，毋若是拍破，也是讲煽动即个国民党。蒋氏政权啊嘛，吼，即个台湾吼，
人有搁较侪这个意识讲啊，其实台湾就是爱改变，毋是。迄当阵吼，因为咱倒来这个封锁啦吼，这个消息拢封锁起来，啊，伫国外海外人士才有即款的这个人物啦吼。尤其你真正是牺牲足久的。对。吼，过去会当头拄嘛讲过，做这个建筑家，但是你买手倒来到台湾，啊买手这个咱讲这个国民党政权有甲你对杀无？你倒转来台湾以后？对杀是无啊，我倒来了后就是蒋经国已经死啊吼，啊，这个戒严嘛、戒毒啊吼，啊，所以就是这所谓的这个警总的啦，这单位啦吼，我想因所要服务的迄个对象已经改变啦，迄当时已经是李登辉咧做总统啊嘛，吼，啊，所以。伊就袂去追求讲，向蒋经国开枪这人，要安怎甲保护吼？是，因可能就已经无啊啦，无迄个意愿啦吼，啊嘛袂讲去揣无啥物上意讲一定爱对阮啊啦，所以我是无感觉讲有受到啥物款的威胁啦。啊，转来了后是无啦吼。是，但是整个的氛围啦，吼，整个气氛就是讲，阮是一个反抗中华民国的一个蒋经国的人呢。是。啊，你看偌济人是认为蒋经国对台湾偌好，都偌好呢，吼。伫即个情形之下，阮转来了后，就是真济迄个领域吼，我是格格不入。你我都拍袂入去啦，拍袂入去。因为你们讲你是一个要安怎讲，是一个叛逆的人啊，是一个反对这个整个政权的人啊。应该过去该打造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伟人吼，经济基础的这个拍基础的人啦吼。对啊，对啊，无毋对啊。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过去这个洗脑啦吼。但是咱为什么今日要做这集，就是讲吼，因为50当前有的人还阁少年。但是真侪人拢毋捌这段历史啦吼，嘛是透过这摆这个节目吼，会当互这个少年人阁去认捌一遍吼。其实咱头拄也嘛讲到，这个言论自由，毋那干那言论自由尔，就是真正买手迄个台湾独立建国，或者是咱买手上大的这个愿望啦吼。所以咱嘛是其实吼，来回顾讲，也是讲检讨讲，这回这个执政党吼，伫咧上任的时阵，第一任的时阵啦吼，嘛甲这个4月17这个言论自由日吼，定做是咱的这个国定纪念日啦吼，迄当阵是12月22哦，2016年，由着行政院来这个颁定啦吼，目的就是要纪念党外政论杂志吼，自由时代这个内容，以追求言论自由来奉献伊的这个牺牲的这个精神啦吼。其实伫咧2007年，迄当阵民进党的这个主席游锡堃，伊就建请，就是讲要甲即天定做是这个台湾言论自由日啦吼，但是到尾手拖了10几天才好到这个成立啦吼。另外咧，这个咱讲这个叶菊兰吼，就是咱这个陈彦良这个报啦吼，伊就讲国定言论自由日元年，捌对这个表示讲吼，28当前这个电内容用火啦吼来过升去，社会反应是讲伫遐踢笑啦吼，也是个挑化啦吼，到呾这个规个社会吼，家己这个精神甲价值拢是肯定嘛，感谢这个全台湾的这个人民啦吼。所以讲，其实有言论自由的这个基础，也是讲50当前这个开枪这个基础啦吼。互台湾要台湾独立建国，虽然还阁有这个一段路爱行，但是咱已经是到这个上尾里路啊吼，是搁较侪人爱来去做一寡拍拼吼。你会对少年人讲啥物话？亲像吼，这个我34岁这代，还是搁较少年的。是，当然，即届会当来上咱这个公司第2台节目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啦吼。会使讲市长即个物件已经经过50年吼，人生真难讲有第2个50年呢吼。啦，你讲的。所以多谢，所以真感谢吼，第2台无将即个市长即个事件甲忘记吼，是全台屏内底唯一的一个电视台，要来讲即个物件吼。
所以我是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吼，啊，恁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要有较好的吼，啊，希望台湾会变成做一个国家的这个努力啦吼，啊，我是非常欢喜，甲恁敬佩啦吼，啊，我是讲要甲这个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今仔日中华民国流氓政权，伊是来到台北，伊是流氓，伊是代表民军来代管台北，是吼，啊，伊无台北的主权，伊毋是咱的国家，啊，所以咱家己爱建立一个国家，所以真正望即天真正较紧来啦吼。嘿，希望讲自由日即天，咱会变做台湾独立建国一天啊！是，也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多谢。